刚才有位小哥在我家屋檐下避过风雪，不想这次收了2银包。姐姐，这不正好结了我们的算妹之间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既然困欠沈家对了报复，就该追上前去送问沈家。是追上前去了，可沈家最远了，肯定是玉脖子推的敲的，不话。哎呀，凤鸣！你怎么忘了弟弟的教诲了？我这都是为了救弟弟的命嘛！凤鸣，哎呀，凤鸣，这银子我们不能用哦。姐姐，难道你就是喜欢在弟弟病死吗？姐姐，你我从小死了娘，要是再没有了弟弟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生来疼爱我们了啊！姐姐，我怕呀，姐姐。凤鸣不怕，弟弟他会好起来的。姐姐，这银子是我赊的，弟弟要骂就把我放了他，就当我好了。我就是要用他给弟弟买药治病，我就是要用他给弟弟买位官品。凤鸣，孽子！
将我亏下。弟弟，你这个不懂廉耻的女子！弟弟，苦命，弟弟。弟弟，儿郎。我要是一个人连性命都没有了，我就什么都完了嘛！凤仪，哎呀，你怎么玩不明白？一步就于生死地。不，弟弟，你不能离开我们，你不能离开我们啊，弟弟！长期为我，为你的洒碎而去，你们既定了夫人漂泊无处，都不能分开。娘娘弟弟早晚用功精修的草压住征讨啊！弟弟，弟弟。大妈、大姐，你们可曾看见我收了第一个银包？
我来。回复了几句话，你把它写在这一股坚定，非也上。弟弟，挫败，情丝丝，巧妇传文佩，一才女，且是有。姐姐回来了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她怎么晚不回来呀？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，马都吹破了。这让我好想也要他了的弟弟，我怕呀，弟弟。弟弟，你冷吗？带我去烧些棺材来，把炉火烧得旺些，你就不那么冷了啊！
我你弟弟讨个别，三言两语，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了啊！弟弟。把罗虎烧得亡心。好弟弟，姑娘，你不要误了开船的时间哦。姐姐，他是谁呀？他是妈妈。妈妈。姐姐，姐弟弟下葬的钱接到了吗？啊，小兄弟，真是作孽了。妈妈，姐姐你要么带了弟弟一起去，手里走嘛，抱你打。哎呀，姑娘啊，那种地方我儿子能去吗？啊，妈妈，这样吧，你把你弟弟暂时留在这里，妈妈准许你隔三差五的回来看他，等你安顿好了再来接他。不，妈妈，我弟弟太小，我一天都不能离开。哎，姑娘，你我在这满身旗上可写得明明白白。我才2个了银子，随你一个官女儿，可我又不得一个官儿子啊！可是妈妈，我求求你，快随着银子跟我上座去吧！妈妈，我求你，妈妈，你要把我弟弟带到哪里去？小兄弟，你气得能呢！你要知道，妈妈我是开灵户的，你最近啥时到我家去呀？水上地狱到了天堂里呢！我弟弟哪里也不去，你就不走，你我弟弟哪里也不去，买下的。姑娘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姐姐，你把司机埋了。你要离开我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赚钱接弟弟下葬，不过这雨也过姐姐啊。要买买我，不要买我呀，一个埋尸
生杀你，小小年纪去离女儿埋身思故园，我是穷途夫妻有千年，埋身问你儿罢了，还祝你托死。本祝你托死本并列。几多难，走马四郎亲自点，长世纪10年苦守寒长街，只要你把事去长进。梅花衰，寂寂为我不依尽，记得了相依为命度尘缘，埋了记走怕的烟闻。
这一股劲，乃是我们李氏家传之身，可祝你真君有份。扉页上有滴滴的临终遗言，该是你梦的手有命。凤鸣，姐姐把这传家之本交给你了，姐姐，凤鸣记下了。我曾把你200两买他村乡眼看，哎呀，差点闹出生命来！这可是妈妈欠我的风雨债哟！你小丫头，我就来气什么啦？
也难得啊。不过我可记得那姑娘说好，为父虽小，3年为爷。哎呀，今早也是元年了，那就出山了啊！今天3年期末，他可以为我健康参见了。3年之后，母亲再来，你飘儿吧。哎呦，张大官人，那个姑娘和别的姑娘不一样，性子刚烈得很。要是她还是那个第4夫人，把菜肉严格，严不说也狠得说。她来到这富城院已经过了3年，这表面不说嘛，只怕这心里对。妈妈，富昌院中人心送去，金门时刻出门马路，不记得礼貌。哎，这位张大官人可是我们富昌院的衣食父母在身宴呢。今天啊，他是特地为你来的。姑娘，多少多钱？张大官人，请用茶。用茶。妈妈是嘛？让我苏的姑娘，哎呦，张大官人好好开导他。二不了，老娘反本了。既然大官人不用茶，那我挑水去了。慢，姑娘，我是财团行的大人，你家在何子城？反正只要姑娘你承我的心。
你这天生。你不要随金元宝团成情，桃花没错，那妹老上过一生。老妹，我要我啥？哎呦，姑娘哎，既然来到这富春园，就是保护不算。只要姑娘愿意慎重于我，我就把你包下来，做成宝儿来啊！姐夫，这个地方难道是长生坊最正的地方？哎，不要怕难为情啊！不要怕难为情啊！万四位老。哎呀，妈嘞！怎么啦？都是你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先生，苏明，苏明啊，过来！你找小先生，你是存心断我的财路啊！正是他对我有因非礼。非礼！你扯的什么转呐？啊？扯的什么板呐？尽说客人对你非礼！今天我不教训于你，我这富春园是早要过门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接不接客？不接，当时我也不接。好，那你就不要怪老娘心狠手辣啊！来呀，菜给我打啊！妈妈，给我。
真西山，江水倒冷。你这不是自杀去演吗？我从未许下过什么，我来自杀去演。那我来问你，你是哪一年进我这阜成园的？丁酉年2月初3，当初对我又是怎么杀？为父生肖3年，自己又是何年何月？你还年2月初3。好啊，当初你要生肖3年，我都原谅你。事情3年期末，难道我要爸爸养你不成？我要为你斩尽万载，但绝不卖笑。不卖笑？不卖笑，你卖什么？我卖粉。
短时功夫却忘了这么多的名字呢。列长子满有善良，也虽是得善良灵，善良。从今儿呀，你就给你善良，姓谁妈妈就叫陈善良。陈善良，苏米妹妹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从今儿呀，我们不卖香，只卖文。从今妈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！妈妈，国王之事后续再定。这是女孩有个心愿，烦望妈妈应允。不要说是一个心愿，就是3个8个，妈妈都答应。妈妈，3年前我与弟弟失散，又被老父临终折痛，妹妹思及心事后愤。我为妈妈写这战舰为期3年，3年后我要去寻找弟弟。3年后的事，时间会长着你，到时候再商量吧。不，妈妈许的愿。好了啊！你们出来，你们也来。妈妈，好了，妈妈，这副凶相，背着谁款呢？你们都叫我听着，从今以后，这3两姑娘却是我的亲生女儿了。你们不可稍语怠慢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就好。哎呀，大家快到门口多摆些几个紫毯，把3两姑娘的诗啊字啊统统拿出去卖。哎呀，快去忙，快去！妈妈，我的事，去写字，去。这里寻花粉嘞！我不是来都来了，晚上不是来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同手夫妻，只要有钱，一切有你啊！我有钱啊？没有钱？没有钱你来做什么？滚！能不能让我见一个人？自非是你亲
呀，大哥，我想见一位能双手书写梅花三体的大姐。哟呵，连你也快像我们善良姑娘，找死了你！你说话怎么着？吹气熏天！管他成！谁抢你胡说八道？去马的，去马的！你们还不与我展开？凤鸣，你怎会走到此地的？凤鸣，你真错人了。凤鸣，我不是凤鸣。原来是我生错了，生错了。哎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要去难为他。是，好，大姐，你不是爱上我了吗？祖辈70岁，家风传太小兄弟，你怎会知道家父遗言？大姐，3年前在父亲破后之夜，领着开手遗言，大姐上笔写下，这块亲儿所闻，亲眼所见。你就是那个生了你包的小兄弟。领着你高风亮节，这块门子不放。小兄弟，来，快起来，他的腿被你们挡伤了，稳不扶他进去。快呀！三子，哪里来的小桃啊？妈妈，他叫郑奎，刚才被他们。妈妈，让他在这里养伤吧。女儿，你与他非亲非故的，关什么眼事？妈妈，他与我弟弟一样的可怜，小年纪，生人落天涯。妈妈，我想把他勒在身边，教他得死。这里是夫臣院，遇不着子孙的。你这样一个小桃娃，吃的用的，妈妈我可看下不去。既然妈妈决意不肯认他，那我只好与郑奎一起走你了。滚！你不要藏着，仔细能写几个字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的卖身契还在老娘我的手中里。我照着一张trạng子告到官府衙门，10余8句，判你一个当街灌马。来呀，来，将这小桃娃一个头梁擦去。这块3年流浪，风雨见得够了。儿子，让我走吧。这块你不能走，这块。
些事多做事。稍等您了，我分文不取。分文不取？啊，那妈妈我去承接你吧。好，多谢妈妈。算了算了。
夫为啥没扶持子？奸夫为妻啊！哎呦，这书本到底不远，文章中句不从机呀！这饥肠辘辘，叫我时候读得进书哟。本夫为啥没扶持？哎呀，老太婆哎，快点走呀！谁咋样是要冻死的呀！哎呀，小兄弟，哎呀，小兄弟，大妈大妈，你们教训我做什么呀？我们看你谁咋了，怕我冻死啊！我说我辛苦了。是要饿死的耶！哎呀，老大伯啊，小兄弟，拿去钱，哎快拿去钱！哎呀呀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老大伯啊，可怜，真当可怜啊！呀，谁要你们可怜？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好可怜你，我不要你们可怜。你们不问，万幸小的时候比我要穷，可是后来抢走了他将军。我今天遭难，未必一死遭殃。谁要你们可怜？哎，老太婆啊，你看他生小志气大，将来呀必与曹军。本夫为啥？我们啊，马夫万事都如此，好是吧？奸夫为妻。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家就只在前面，膝下已没有儿女，我们有意收养于你，哎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呀？你们要收养我？哎，可是我刚才，哎呦哎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哦！哎，哎呦哎呦哎哎哎！哎呀，老妹子啊，儿子不回家了。今早啊，做做好事，完成了个逆子，回家，谢谢。
越来越饿。真亏，姐姐，不是等越来越饿，而是你呀又熬了一个通宵，熬花了夜。姐姐，你看，这天早就亮了。是啊，这天真是太亮了。真亏，你今天就要进京赴考，为纪连夜借你缝制了一件衣裳。姐姐，真亏，你都长得这么高了。是啊，姐姐，真亏在姐姐身边，已经整整7年了。是啊，已经7年了。7年冬去春雨来，总算是看来才好几年。为今我情人心血总成过，更觉得心为丈夫结对情。姐姐，真亏总是要走云雨奔街，又是苦雨风尘。姐姐，你这里埋是不辛劳，也难叫我多思问。7年岁月终生苦，等姐姐恰是饱尽心血，一代乾坤大发生。真亏啊！真亏！你看，姐姐把你的营帐都准备好了。啊，这是你的体外衣裳啊，这是你路上的本子。姐姐，真亏！姐姐，我知道10年来你思念我民，节约成见，可我是今又要变你而去了。不，我不让姐姐在这里面自苦，我不让姐姐在孤独寂寞，哪怕为生不得我命，真亏也愿意永远陪伴姐姐。真亏！你胡说什么呀？姐姐7年来欢辛思苦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让你测试自保，解脱阳气。事情里让你一成，却这般胸无他志。姐姐，你再不相信姐姐在这离别之苦，难道你就伤心看着姐姐千年心血付之汪洋不成？姐姐，你若真是我的弟弟，就让姐姐早日听到你的喜报佳音，帮姐姐找到凤鸣。姐姐，你走吧，快走！姐姐，真亏！难道你真是这样胸无他志吗？那么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叫我姐姐了。姐姐，真亏
岁了，真亏前年来把结巴子，妈妈我恐怕有少开心，如今总算走了。是啊，我也该走了，你也要走。妈妈怎么放了？当初不是说好，我为妈妈写着战前为期3年，3年后我要去寻找弟弟，如今已经7年了。这茫茫深海，渺无音讯的，你到哪里去找？虽是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去找。三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老娘花了200两银子买下的。200两，你花了200两，买断了我整整3年的光阴。可我为你做了3年挑水端茶的小丫头，又为你写着战前整整7年，难道我10年的心血，我还不起你那200两吗？既然你把我说到这股份上，那我今天也把我挑明了。当初在这卖身契上空门写明誓言，只要妈妈我愿意，你就终身不得离开富城院。神为在世，鸟为食饱，这是天定的律条。你山上里有一上能为我赚钱的，请随你。怪事，真是天大的怪事！你只有在翻山起海。妈妈，这才多少银子3两啊！ 3两，3两！难道我连手臂永远也跳不成的多少是你3两。自从这个小贱人第一次要离开富城院，从此营生不进，私奔不息。要看我这个小贱事要变成空，这真是野花不种连连雨，芳草无根，生哦。哎呦，张大官人来了！妈妈，哎呦，张大官人7年不见，万事那么艰难。张大官人今年还不到68。哎呀，切着，喜了，真正的
都是老爷头嘞！哎呀，张大快伸手，走。哎呀，妈妈，今早啊，我是特地来看看善良姑娘，不知她该什么破绽。大嫂，你怎么了？底气那么小姐。哎呦，莫非张大官人心里幻想着我那善良？哎呀，妈妈，莫他伤身重财不中金啊！我女儿这千两银子，哎呦，随他受过偏方。包子妈，哎呦，张大官人，你这1000两银子就想关着我这个要钱事啊？太便宜了！哎呀，妈妈，你今日不放手，只怕明早鸡飞蛋打，回子翻天。莫非有什么变故不成？我刚从京城转来，正好碰上发王榜，我去出过年了。皇上爷爷，哎呀，不宽不知道，一宽吓一跳。哎呦，怎么啦？这土名长远非别生，就是善良姑娘的你的。这个小逃犯，我真的中了状元了。妈妈，惭愧高中状元，你这可要件事，咋怕是要不通嘞？妈妈，得当叔叔，举放手啊！哎呦，张大官人，你的双目可当得称奇，可妈妈的生辰也曾经。也不是省油的灯哦，事情怎会告终？你不要说区1000两，就是再加1000，我也未必放手。哎呦，莫非妈妈是想用3两来算是惭愧，判你做官人？靠什么？莫非张大官人当的不是这个算法？哎呀，妈妈，我可不能听懂我啊！青菜圆滚滚，你这身上的双胞瞒得过别人，休想瞒得过我。哎呀，妈妈真是监督撒谎啊！既然妈妈我逃脱了你的天机，难道王位把这状元官去拱手相杀吗？只怕妈妈你是承受不起哟！你这是什么话？惭愧不谈，高中状元，万万没不行哦！难道他忘了他自己这次亲儿卖死吗？这说这1000年来，妈妈对惭愧那可是把我欺凌了上天！1000两。1000两就1000两，卖给你这个老鬼！据说妈妈我趁人之美了。妈妈，侬开玩笑了！1000两我可以买1万！你刚才不是说1000两吗？上计不测，那与不便之家。刚才我说出1000两，你要是答应了，那也就成交了。可你团心配重。一步上计，我只好杀你个官腔，500两，哎，500两我不买，上天讨价，最少500两，500两就500两，好，成交。
启禀知府大人，宿醉府城院有个烟花女子陈三两前来喊冤，为了何事？那女子言道，她被卖于府最府上张子成为妾。府上卖个烟花女子为妾不算外事，何故喊冤？都只因这卖身份欺诈，少了一个官兵阴险。复有官兵应系分妾模样，怎可卖她为妾？大人，这卖身份契是张子成送来，上大人估摸的。张子成怎会将卖身份契交付于你？莫非？不，大人，小弟从非是无诈，不当此诈。大人，小弟取得了这么一点点好处，世俗上讲，世俗上讲。不过什么？大人，既然这卖身份契已经送来了，大人不妨宽宽。200两银票。岂不成了吞诈谁会？雷总长，在将陈三两带上。是，大人，这个身为宫门重臣，当廉洁奉公，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来，带陈三两，带陈三两。儿
爷才上，小女子曾善良恳切。陈善良，是谁叫你买渔夫最卡沙？当家宝儿，出水从良，本是好事，你何故去之？大老爷，用小女子的心绝不会为此受痛。张子成好意说你从良，你可不要错过这大好机会。想那张子成早已年过70，已是风烛残年。前一仗在世，将我偏埋到此，小女子宁死也不愿求从于他。呀，你一个烟花女子，做个府上的小妾，也不算委屈。今朝本府做事，将你对于张子成为妾。大老爷，你怎可使此却乱小女子？本府好心举你出虎坑，怎舍却断于你？大老爷，为官领旨公道，清正廉明最为高，褒贬清楚须分明，莫把是非都颠倒。你一个烟花女子，尽管教训起本官来了！快了！
女子，虽是刚到佳节，我也就不前去。堂上言语起，门分起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三句？请问这文帖上面可与我亲笔画押？不与。可有官凭印玺？太本府给上谁策？慢！这文帖原出苏罪府，盖上你这负罪自负的官印，只怕与理不同。郑三娘，你是此眷恋情侣，岂非事关下情？小女子水落风尘，恰比上廉耻。大老爷，你高手官道，只怕什么？大老爷，小女子今日上得当来，一不问官中有余，二不问文帖真假，将口口声声为府上招供，时时句句怕死你就犯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你一个下贱的烟花女子，尽管对本官是此法分。下贱的烟花女子，大老爷，我家有远远公私分，私自却不有得生，私自在女不为长生也。陈三娘，你既称家有渊源，不知你是欲所系什么？不仅是只字把家写书法梅花算题，梅花算题，这梅花算题乃是我姐姐一写，难道她也能写的？陈三娘，你可曾能写梅花算题？可非当堂写来？请老爷此下必言。来，去问王司否与他。是。请老爷在此一字郎好，再要一字何用？小女子事有连心，稍甚能写梅花算题。能用双手写诗么？好，再去他一字。是。老财早过生，生死杀人刀。
想这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能用上手写诗的，恐怕也绝非积极一人。像我家传与历史之本追忆不尽，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，已经在上。郑三娘，本府问你追忆故迹，你可通晓么？刚才要我书写梅花算题，此今也问我追忆故迹，莫非他？不为的，我历史门中绝不会趁此造过。郑三娘，你真不伟大。小女子这等家传之身，可是你郑家之本，非也。小女子本非姓陈，那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？家有祖宗，历史之本。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何止？教育兄弟，何进上有上司，推他。是。祖辈亲自说，家父传位对。命，你多造多少？我多造多少？200两。
神，李凤鸣，我可找到你了。大人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还记得10几年前那个风雪之夜，郑奎，姐，郑奎，姐在上，请随小弟他来村吧。妈，你是当年的郑奎，还是今世的郑奎？最后测此言，啥是当年的郑奎？我还受得起你一番。啥是今世的郑奎？我却受不起了。姐，小弟乃当年曾亏。是眼的亲戚。姐，我本想找到凤鸣再来请你同居，不想你先来了。眼的可有名字，皆也先于为敬。要他我有我，可恨当家报案，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先去。这父真之父，他团长社会，用银讲辩我讲，眼的你可有名字？送也先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人苦饮。李凤鸣，你可知罪吗？却在此随我大意。不知陈大人该如何处置这无证之妇？姐，当年郑奎若不是得于姐，又何来今日之国民成全？常言道，滴水之恩，报以涌泉。李凤鸣虽然团长王法，故念他是姐的同胞兄弟，你将他管将眼前，一作警戒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姐，我知你10几年来思念凤鸣，急于增加，好不容易今日亲人团聚，与你分外两情，也是甚至长情哦。甚至长情？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失了经济，甚是神奇？这一次神奇，经济神奇，这世上这也神奇经济。大人毕竟不是以前的陈奎了。最后出此言，以前的陈奎破衣来上，孤苦伶仃，恰恰我是在是非分明。今世的陈奎蟒袍加身，虽我深深爱权，便可以为所欲为，分外两情了。陈大人，小女只有一时相聚，犯法请教。他生那。恰属雨雪灯。
赴新房，生父连此。